台藏苏氏这间店连续发生着几啊件疑似是食物中毒的案件，而且是早伫去年就有案例。有一个陈先生讲，去年的11月，伊到台北市信义区的藏苏氏来用餐，因有3个人食了后吐过流过发烧，因向台北市卫生局来申诉。卫生局回函讲，经过考察，餐厅伫个卫生方面确实是有欠点。陈先生讲，藏苏氏当时就是无积极处理，最近才发生一连串疑似食物中毒的事件。去那个感染与热带医学科去就是检验情况这样子，那后来就是有疑似就是感染性肠炎的状况。藏苏氏搁再传出食物中毒的案件。一个消费者陈先生透露，早在去年11月，因到藏苏氏食饭就出状况，腹泻，然后发烧，全身无力，然后肚子很痛这样子。那有吐几次这样，可是我妹就比较严重，就上述的症状外加就是呕吐，然后持续就是在床上完全无法动弹这样。陈先生去年11月和太太甲小妹3人到信义区藏苏氏食饭，点红莲鱼寿司甲青干贝寿司等等的餐点。想要到3个人食饭饱，拢出现落泻、吐、甲发烧等等的状况。小妹上大先有镜头，去年11月初4暗时开始不爽快，11月初6到3种挂急诊。陈先生翁仔某拢是伫11月初5无爽快，而且伫11月初7到3种互医生看。因为我是跟我太太一起居住，我妹是跟我爸妈住这样子。我们吃完藏寿司之后，就是分开来，没有在一起进食或是行动。那同时造成这个情况，所以我们强烈怀疑是藏寿司引起的。事后，陈先生甲藏寿司讲和解，也告破局，而且向台北市卫生局申诉。台北市卫生局派员稽查了后，发现有冰箱的食材看不好等等的卫生疏失。陈先生表示，去年早就出现敢若是食物中毒的事件，这个藏寿司无积极处理，才会致使食安的风暴。一直到昨为止，有4间分店，总共8件有疑似是食物中毒的通报。新增烘焙店加淡水站检店，拢予新北市卫生局命令停业。对于这件代志，藏苏氏讲会全力配合卫生局的指示作业，是讲食安的问题也被结束，民众恐惊是真歹安心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